来看7月2日这大罢免结束了后，台北地院今仔日是头一届开庭来审理罢免立行立委的假联署案。今仔日早起是来提审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、书记长曹文庆，也有总干事姚富文3个人拢有认罪，而且声称拒保听押。有被告的律师是主张讲，这牵涉到各自法等等的案件，专案也无造成损害，所以希望会当判较轻的。 行出警备车准备出庭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牵涉罢相俄的不实联署，伫7月6罢免案全部失败了，台北地院催伊开庭，请伊出庭审理。伫法院，伊即届是全部认罪。伊的律师阁讲，黄如锦如对着犯罪事实甲罪名拢无证据，无申请调查证据，搁在伊已经做下身体状况歹，申请拒保听押。毋过检方主张讲，共案被告赖以任同款无承认犯罪，其他原因也搁存在。 投票结果是投票结果，就案情本身该怎么裁处，符合比例原则，符合一定的一些侦办的逻辑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尊重法律这个裁判。我们希望黄玉锦的主委能够尽快的出来。同款方提审出庭的，也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庆，甲总干事姚富文，因嘛拢全部认罪，要求停止羁押。律师嘛主张讲，这种案件依照大部分拢是处罚金，也是缓刑。 而且专案联署的相关文件嘛无造成损害，建议判轻刑。黄律锦如今天要开庭了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关于这摆开庭，并无当场做裁定，接续下晡嘛会调共案的被告，罢免5事也会调一名赖以任，甲国民党台北市第4区党部执行长陈家芬等人，调回准备停诉庭继续审理专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